恭喜大家嚟到第50集。今日呢，我哋要將學過嘅嘢整合成一套個人安全體系。呢個整體防護網，英文叫 Security Posture，即係你嘅個人安全態勢。核心理念係重心防禦 （Defense in depth），唔靠單一保護，而係建立多層防線，由內到外。第一層係賬戶安全。每個賬戶要用獨立密碼，仲要開雙重驗證。第二層係裝置安全，記得保持系統更新，開啟防火牆同埋防毒軟件啊。第三層係網絡安全，出街用公共 WiFi 嗰陣，一定要連 VPN 保障自己。第四層呢係數據安全啊，大家要記住321備份法則啦，好好保護重要資料。除咗備份，敏感嘅檔案仲要加密，咁就算唔見咗都唔怕俾人偷睇。第五層係行為安全，時刻保持警覺，小心分辨釣魚電郵同社交工程陷阱。呢啲好習慣，我哋稱為網絡衛生。英文係 cyber hygiene， 好似洗手咁重要。網絡安全唔係做一次就搞掂，而係一個需要持續維持嘅生活習慣。多謝大家收睇網絡安全初探全部50集，記住保護自己，由今日開始。